潮媽海蒂話餵母乳，威廉學中產臭 B。唔單止訂婚戒指係同一隻，生 BB 都揀埋同一間醫院。依家連湊仔方法，海蒂都好可能同已故奶奶戴安娜一樣，親自用母乳餵 BB 啊！戴安娜喺1982年生威廉嗰陣，亦都堅持親力親為，母乳餵 B 餵足3個禮拜。海蒂計劃出院之後休養至少6個禮拜，期間只會由外家幫手湊 BB， 之後亦都唔會請全職保姆，只會揾管家幫手。仲有傳威廉為咗多啲時間陪老婆同 BB， 可能將工作調返去倫敦，甚至喺幾個禮拜之內辭去皇家空軍搜救隊機師嘅職務。其實由佢哋兩個拍拖以嚟，威廉都覺得海蒂一家關係好 close， 好向往佢哋嗰種普通家庭生活。分析相信威廉都會學中產家庭咁湊 BB， 而唔會俾仔仔行返自己條舊路，俾死板嘅皇室規條束綁。至於第時接受啲咩教育，威廉肯定會好似當年媽媽戴安娜咁，將仔仔送入學校讀書，等仔仔學識同同學相處，接受老師教育，透過考試嚟升班。即使係貴族學校，都總好過由皇室侍從教導啦。